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0月11日。哥林多前书11章17节到26节。我伫遮要讲的话，毋是要甲恁学老，因为恁的智慧损害比你较济。第一，我有听见讲，恁伫教会聚会时结党分派。我相信有一部分是事实。恁中间难免有分裂，安尼才会当看出什么人会通过考验。恁聚集的时，毋是在食主的晚餐，因为恁逐个人赶紧食家己带来的物件，结果胃会枵，胃会酒醉，恁敢无厝通食通啉？恁是在藐视上帝教会，也在互无面通食的人见笑是无？我要对恁讲什么？我检着甲恁学老。话伫这项事，我袂甲恁学老。我对主所领受的，我嘛传予恁。主耶稣予人出卖性命，伊摕饼，感谢上帝了后，擘开，讲：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牺牲的，恁着做这个来纪念我。照安尼，食了后，伊搁捧杯，讲：这个杯是新的约，伊我会设立的。恁逐摆啉的时，就做这个来纪念我。安尼，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咧宣告主的死直到伊来的。咱伫每一天的生活，咱是咧甲别人分享上帝的听，也是咱自私顾咱家己？咱甲主相坐倒，咱是毋是也甲兄弟姊妹相甲分享